Hello，大家好啊！呢一集咧係講關於咧有咩習性咧去影響你嘅好運嘅。咁今次咧我哋唔係用牌嚟占卜啦，分別咧我哋有4組數字咧俾你選擇嘅，由左起啦就係14啦、32啦、87啦，最後係65嘅。可以將自己去一個放鬆平靜嘅狀態啦，然後咧揀一組數字嘅。揀咗未咧？好，咁我哋先由14開始講起啊。咁今次咧，我嘅做法咧，其實係用生命靈數嘅做法去做嘅。而一組數字嘅意思咧，第一個數字咧就其實係講緊你嘅諗法係點樣嘅，然後第二個數字咧就係講緊你嘅行動嘅。好，我哋睇下14嘅意思係咩啊？14咧就分開即係1同埋4兩個數字啦。咁1咧就代表住咧，其實揀呢組數字朋友咧，你哋喺諗法方面咧，其實係會幾與眾不同嘅，唔會隨波逐流啦，係有好獨立啦，好個人嘅諗法嘅。咁但係4咧就代表咗個執行力啊，所以好多時咧，雖然你哋嘅諗法係夠獨到啊，但係到執行嘅時候咧，你哋就會變得比較綁手綁腳喎，因為4咧係一個比較傳統同埋比較框架嘅一個數字嚟嘅，所以好多時到執行嘅時候咧，你哋就會顧慮好多啦，可能咧會俾傳統啊或者需要一啲太多嘅專家嘅意見咧去捆綁咗自己，所以呢一點咧可以留意翻啦，然後咧就會幫助你哋咧更加好運啦。好，睇第二組數字嘅朋友先。第二組咧係32號嘅，32號嘅。咁32號咧分別就由3同2兩個數字組成啦。咁3嘅意思咧就係話你哋諗嘢嘅時候咧，其實咧係會好有創意下嘅，比其他人會有創意嘅，亦都你哋充滿藝術感啦，亦都會有才華啦。但係咧到執行嘅時候有乜問題咧，就去到2數嗰度啦。執行嘅時候咧，你哋咧係會有時會比較情緒化啦，同埋你哋係唔係幾夠獨力去行事嘅，因為會比較需要有人陪伴或者支持嘅。咁所以萬一件事咧，其實比較冇志同道合嘅朋友啦，或者冇人去支持啊、給力啊，咁你就可能最後就會放棄咗而冇做到咯。咁所以呢一組揀呢一組數字嘅朋友都可以留意翻呢一點啦，咁而令你哋嘅運氣更好啦。好，我哋睇第3組數字。第3組咧就係87號啦。87咧分別就係由8同7兩個數字組成啦。咁8嘅意思咧就係如果你哋揀呢個數字嘅朋友，就係咧你哋諗嘢咧其實都幾有商業頭腦嘅，亦都幾有市場嗰個敏銳度啊、觸覺度啊咁樣嘅，同埋比較會有嗰個組織啊管理嘅諗法嘅，其實幾好嘅。但係咧到你哋真係執行啦，譬如真係有個商業嘅方案啊咁樣，你到執行嘅時候咧就會俾7數影響嘅。咁7數嘅缺點咧就係個懷疑心比較重啊，因為7數嘅優點咧其實就係個分析力強，但係有時你哋會可能過度咁樣分析，而變成咗咧就會拖延啊，或者唔夠膽去做啊咁樣。咁就會影響咗事情嘅進度啦，或者係會唔敢執行啦咁樣吓。咁所以87嘅朋友就留意翻呢一方面啦，令到自己更加好運啦。好，最後我哋睇下65嘅朋友啊，65嘅朋友，65咧分別就由6同埋5組成啦，6同5啦。咁6呢個數字咧，其實就講緊咧，你哋諗嘢咧係都會幾顧人哋嘅感受嘅吓，幾有同理心啊，有比較有責任感啊，同埋嚟講咧，都會完美主義比較重嘅吓。完美主義意思即係你哋個審美觀亦都會比較好嘅咁樣。但係執行嘅時候會驚有咩阻撓咧？執行咧就去到5數啦吓。5數咧就講緊咧就會驚3分鐘熱度呢個問題啦。因為5係一個超自由嘅數嚟嘅，係好需要自由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如果嗰個方案嗰個 plan 係會影響咗你冇咩自由嘅，咁可能到最後咧，你都係會寧願揀自由咯，係啦。即係如果嗰個計劃咧，甚至一段關係啦，如果最後你都係覺得冇自由嘅，可能你都會揀自由啦。好，咁呢4組嘅數字就解咗啦，希望咧可以幫助到大家啦吓。咁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，按讚同埋分享啦。咁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